各位大行假期貴賓，你哋好啊！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人生必到嘅旅遊目的地，就係肯尼亞啦。帶你行入去國家地理頻道嘅世界，近距離感受非洲大草原嘅生命力。首先啦，行程嘅亮點啦，大行假期會帶大家一次過睇勻晒阿布代爾國家公園，喺樹屋旅館睇動物啦。另外嚟講咧，我會喺內瓦哈湖體驗水上獵遊同埋新月島嘅漫步，連續2日探索馬賽馬拉動物保護區，品嚐非洲特色烤肉餐。行程嘅第一站咧，我哋會安排去阿布代爾國家公園。呢度嘅地勢多變，有深谷啦、瀑布啦、平原啦，仲有非洲嘅首座樹屋旅館。你可以坐喺個旅館嘅大露台度，一路飲住咖啡，一路嘆住茶，一邊欣賞水牛、大象、羚羊喺度近距離飲水休憩嘅景象。呢種體驗咧，就只可以喺阿布代爾國家森林公園度先至可以感受到㗎。之後我哋會去到內瓦哈湖，悉心安排咗水上獵遊㗎。唔同於一般嘅旅行社，全程都係用車去睇動物，我哋會悉心安排坐艇去欣賞河馬家族嘅蹤跡，更加可以有機會見到唔同嘅鳥類飛過湖面嘅景色啊！我哋仲會安排漫步新月島。新月島係一個私人生態嘅保護區，因為佢嘅形狀似一個新月而得名㗎，所以嘅話佢被譽為咗內瓦哈最保守嘅秘密，係一個可以徒步近距離欣賞動物嘅地方嚟㗎。行程更加會悉心安排去到紅河湖追蹤紅河，仲有機會見到瀕臨絕種嘅白犀牛啦，好似着住一對白色長襪嘅羅色長頸鹿啦，仲有水牛等等唔同嘅動物㗎。跟住就嚟到今次我哋嘅行程重點馬賽馬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啦。呢個係世界上最著名嘅野生動物保護區，超過1500個平方公里㗎。大家可以喺一望無際嘅草原上面見咗好多唔同嘅動物，大象、獅子、羚羊、角馬、長頸鹿等等，大家喺國家地理頻道先會見到嘅動物，活生生出現喺大家嘅眼前㗎。如果喺7至8月份出發嘅貴賓們啦，更加會有機會目睹喺動物大遷徙上面好出名嘅一個畫面，就係成千上萬嘅角馬同埋斑馬橫渡河流，而佢哋要面對嘅就係好湍急嘅河流啦，同埋好兇惡嘅鱷魚底下生死一線去過河。呢個畫面真係相當之震撼㗎。即使唔係遷徙季節去到啦，呢度嘅動物嘅數量依然豐富㗎，一定唔會令到大家失望而歸㗎。行程去到最後啦，我哋會翻到去內羅比㗎，安排一餐非洲嘅特色烤肉餐。呢間餐廳咧叫做肉食者天堂，曾經被英國嘅飲食雜誌啦評為世界50佳嘅餐廳之一嚟㗎，有各式各樣嘅非洲燒烤源源不絕送到大家面前㗎。平時難得一見一試嘅鴕鳥肉啦、鹿肉啦、斑馬肉、鱷魚肉等等啦，都會令大家食到飽飽，盡興而歸㗎。我哋會全程安排香港領隊陪同咁多位大行假期嘅貴賓，咁多位盡快報名啦，因為名額有限。如果今次唔報名嘅話，又要等下年唔知幾時㗎啦。想親眼見證非洲草原嘅奇景、動物嘅生命力，快啲過嚟揾我哋大行假期報名，一齊出發去肯尼亞睇動物啦！